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伫主日教大家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50首，着阿罗主上帝，请起来吟全首。大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众人来到圣殿吟诗敬拜阿罗你。
愿白白领受这个福分，满心的感谢。请主，愿知你是阮唯一的倚靠。愿检查有拄着恶担当的事，求你互悲伤的得到安慰，互病痛的得到医治，心灵创伤的得到你透放，劳苦担重担的求主你扶持，失落亲友求主你安慰因毋甘的心情。求主你，互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逆境，你拢互阮勇敢来面对，甲阮三角同在。阮真心感谢阿罗你。天父上帝，求你圣灵运行伫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诚做你所欢喜的教会。求你，互阮领受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互阮搁较认捌你，搁较亲近你。互阮所行所做，拢是主你所欢喜的。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是来启用启文15篇，我来启兄弟来印。启文15篇，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是内心的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就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者是痛悔的心灵。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为赞美的歌是如鹰展翅上腾。
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7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7节到14节。所以毋通甲迄款人交叉。恁前伫黑暗中，毋过现在已经诚侪属主的人伫光明中，行做着有光明囝儿的款式。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公义、甲真理。第10节，着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咧做无路用的代志。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因暗暗坎坎咧做，连讲着见识。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出来，因为互一切显明出来是光。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咧困的人起来，就对死人中爬起来。基督要甲你照光。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安尼行的人。只是要邀请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主所欢喜的事”，主所欢喜的事。兄弟姊妹平安。咱疫情有受到控制，所以呢，若是伫说来讲道的时阵，也是唱歌，咱会当毋免去看挂迄喙暗啦吼。所以真久以来，咱有8个月，咱会当安尼看到安尼无坎坎安尼吼，安尼咱唱歌的时阵呢，会当真清楚的声吼真水的声会当来显露出来，这是真大一个稳定。所以慢慢咱邀请咱所有遐个姊妹等下咱教会中间来做礼拜，即马目前伫教会做诶，并无人受这限制安尼吼。所以咱看见遐个姊妹虽然伫厝较方便，看见遐个姊妹伫即个所在当面安尼讲话交陪这是真水诶一件事。咱三角来祈祷。主啊，伫稳定中间，关这3档主题这段期间过去，就互阮过来体会，兄弟姊妹会当来面对面，会当来交陪，会当来过教会生活。主啊，即阮看过去是安尼真平常的事，现在实在是真大稳定。感谢你，即个真世界真大变化的时阵，我嘛有经过安尼真大的坎坷的事，嘛有安尼必须要自我限制，甚至伫厝内底限制行动。限制阮的礼拜，主啊，但是现在慢慢疫情受到控制，慢慢照这有方式嘛已经安尼较宽阔，所以阮会当安尼恢复真侪这过去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在阮应该珍惜的生活。所以主就互阮会当珍惜彼此3档做伙期间，会当珍惜阮来到教会敬拜你的时间。主啊，伫这个所在，毋但阮对你敬拜。伫遮，阮兄弟姊妹同心合意彼此相听这是同心敬拜，这嘛是你固定要赏赐互阮的福气。所以恳求上帝伫这个时阵会当互兄弟姊妹较侪鼓励来到教会中间来敬拜。当然伫厝内底的时阵有真侪遮会较方便的事，但是呢。上帝互阮更较注意伫教会生活。感谢你，阮珍惜你，互阮每一个关系，每一种的即敬拜生活的方式，阮可以当自由来敬拜，这是通欢喜的事。就透过今仔日的信息，过来教示阮，明白你的话，互你的话对阮发出光，帮助阮会当过遵照你的真理来活的生活。所以我感谢你。然后阮会听到久长以来真实献诗的声音，互阮会当自由开喙，会当真心真情真意来唱歌学乐你，这是何等美好一件事！主，你听阮的祈祷，互阮心存感恩甲欢喜的心来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段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起有所书。有时阵问兄弟姊妹讲，你敢知影无？书最近咧讲吼，一系列吼
拢是有所思，安尼一直安尼讲落来。伊讲无所谓呢，有阵时安尼搁爱一边提起吼。啊，咱有真久的时间，希望将这有所思呢，安尼讲了，安尼清楚吼，啊，互咱对这本册啊会当来了解。因为这本有所思呢，我是非常意外，就是讲到教会生活，啊，讲到教会兄弟姊妹一个互动，啊，当然嘛讲到咱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生活。那所以呢，这是咱基督徒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本的册。那伫过去中间，咱可能真注重呢，咱本身的一个行为啊，互咱家己感觉独善其身。但是伫有所教会中，有所书呢，讲起教会活动的一个生活，咱就是教会啊。然后呢，上帝伫咱教会中间要正的代志到底是啥物？哦，安尼。那所以这有讲到真悬的真理，但是嘛讲到咱真实、咱个人的一个生活啊，特别嘛讲到教会整体性生活的一个见证吼。所以今日继续来讲到第5章吼，行伫光明中的一个生活。伫这所在，保罗称咱基督徒是行伫光明中，互光照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咱称作光明的人，光明的行义。那光明的行义呢？伊所行出来行为大概有3种。伫这所在，光明所结出的果子有3种，这是良善、公义啊，甲真理。当然，这3种呢，拢讲到上帝的属性。既然咱称作上帝的百姓，咱过一个新的生活，咱有上帝的性命伫咱内面，当然咱会活出这个上帝属性的一个果子内面。这个所在特别讲到3项，啊，这3项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特别这3项常常讲起上帝啊，伫咧运行伊个属性的中间呢，常常会讲起。第一项就是良善、好。所以咱来理解好的时阵，比如讲，这是一个好的人，这是咱对中文中间一个理解好。但是好到底是啥物意思呢？可能你会感觉讲，我是一个良善的人、良民、善民、善良的人，啊，都无做歹。良善伊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自爱，有疼的心。所以咱讲上帝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只有上帝。所以你别当讲哦，上帝是好的上帝，啊，这个好就是上帝无做歹代志，啊，上帝一个看咧安尼真 nice， 这一个上帝，安尼而已。这是咱对良善的上帝一个体会，袂使将伊限定这样的爱的一个范围内面。讲到上帝的良善，具体是表现出伫圣经内面所讲，伊好款待万百姓，伊创造万人有遍地充满上帝的慈爱。这个所在就是讲到上帝是好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喜乐教义的信息，喜乐稳定的上帝。所以上帝圣经里面讲到，上帝予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伊降雨水予好人嘛予歹人。伫这充满真大罪恶甲混乱的世界中间，上帝依然照伊的信息来喜乐伊的慈爱，予四季运转。虽然感觉讲现在罪恶，咱可能这个生态保护无真好势，啊，世界有一个真侪生态问题，但我相信上帝会依然是掌管的上帝。上帝是好良善的上帝，伊无受人的罪影响，伊显出对人的忍耐甲慈爱，伊关心咱众人。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关心咱日常，咱是上帝所顾念的。咱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无真良善的世界，所以这表现出就是有时咱对别人的痛苦啊，拢无啥物感觉。这是一个无真良善的世界，因为自我最中心，充满人的真侪欲望。现在佫较是，因为伫充满真大竞争的世界中间，为着要得到咱的真大的利益，啊，有时咱不择手段，安尼。啊，这有时是环境所造成，也是为着生活真大竞争内面所造成。当然，有一寡人伊咧读一寡册，好学学，也为着要满足伊家己的欲望，
所以刻意有目的来行歹的事。前回讲到迄个伫企业界咧工作的人，特别伫科技环境中间咧讲话人，伊就讲现在竞争是非常的大，所以咱伫新竹科学园区这个所在上班，就感觉讲在科技业敢若是真好，但是伫本身工作人，伊是面对真大的竞争。这个竞争真大的结果就是，甚至有一寡竞争是0甲1啊，0甲1，赢者全拿。你若是无伫迄个 top，你可能慢慢受淘汰，安尼情形。不得不安尼，因为这是环境的竞争的情形。有时咱感觉看到真这个报道，然后有一个疼心的表现，你会深受感动。为什么？因为伫这个充满真大罪恶的人，在这世界中间，有一寡人愿意施出伊的挚爱，这感觉这非常特别。所以，咱敢是一个良善的人，有时咱感觉讲，我就是一个光明之子，我无犯法，我应该是袂歹的人。但是挚爱的人，毋是敢若无犯法，毋是敢若独善其身，顾家己就好。一个良善的人，伊所表达的，那是一种的疼，关心别人的福利，别人的幸福。第二项，光明这个过去是公义、正义。咱若要实行公义的时阵，必然背后有所制定的纪律、规则，也是法律来做判断公义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国家社会所权威的人所制定的，也可能是伫团体中间，伊是公认的一个规范。你若超过这个标准，就必须要受执行一个判决执行这个公义正义。伫世界敢有绝对的公义？可能咱有较久的人生经验内面，世界无绝对的公义。过去咱认为这是普世价值，但是这普世价值嘛有可能因为时代改变真大一个变化。所以过去咱的亲子的关系，即摆讲到友好的时阵，可能咱早期即摆这个时代对友好的看法观念，甲即摆无啥共款。较早友好就是讲咱着听老爸老母的话，莫来应喙应答伊讲咱着听。甚至婚姻呢，拢是指派婚姻你若嫁啥物人安尼，咱着听，拢是安尼。最近我有听一个，因结婚的时阵，就是老爸老母感觉讲这个无好，伊就全部改结婚，这个较好，就改结婚。最近友好普世价值，但是要怎样友好实践，可能会改变。婚姻的制度嘛会改变。我最近看一个报道，越南过去是一夫一妻制这是普世一个价值。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政府鼓励一夫多妻。为什么？因为越南战争了后，真侪男性失去性命，所以男性解决，女性作罪，所以允准为着要恢复人口，所以允准一夫多妻。然后人口增加过了，可能佫恢复一夫一妻。这是普世价值，但是嘛是在我改变。所以伫真侪变化中间，咱慢慢发觉，哪像真是时势的变化，会影响到咱对真侪代志的看法。这种看法可能过去某一种的标准，但是呢，现在这个标准改变。现在咱知影，伫咱民主的社会，特别伫台湾中间，咱有可能无同款的立场。你要制定一种公义的时阵，有可能你家己有偏见，咱知识无知，咱有甲家己的观念、咱的思想来影响咱对公义的一个看法。咱有可能咱有这个成长的一个背景来影响公义的看法。世界充满无公平、无公义，为什么？可能你过去的生活的环境内面，是真侪艰苦的事。真侪受压迫的代志，受霸凌，所以你的公义可能比别人公义佫无同款。现在咱有统独的问题，咱若常常面对这个劳资纠纷，
一个月了后，有可能四个公投，其实拢咧争取因所认为的公义。为着争取这个公义，因可能透过社会运动、透过政治的手段，为着因家己的立场，为着因家己的利益来做一寡拍算，还是做一寡来抗争。伫民主社会中间，咱可能谈判，然后谈判了后，咱讲谈判出一个双方都不满意，当双方都勉强接受的结果。既然无满意，既然勉强接受，就是伊无认为这个公义是伊所爱的绝对的公义但是双方拢为了公义时，就是虽不满意，但勉强接受。全一个国家中间，伊的公义就是国家，我安尼讲就是安尼。我所规定，你就照安尼遵行。伊的公义就是我是统治者，精英政治，然后伊所制定的法律就是公义。你不满，你就只好遵守这种的公义标准，若无你就受审判。每一个人拢要坚持伊家己的理。坚持伊家己的公义的标准甲立场的时阵，结果就是对立甲真侪纷争。但是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的上帝，因为伊的公义是徛起伫伊的真理、伊的全能、伊的智慧，而且伊的公义有主爱做一个平衡，做一个根基。所以，兄弟姊妹，光明之主、光明之主，咱就用顺服的态度来追求上帝公义，那么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讲，我所知的是真有限，而且活在一个真混乱的世界内面，所以当我要做出我家己公义的判断的时候，我必须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讲上帝你的公义到底是甚么？而且咱来接受调整，这是一个真顺服谦卑的态度，甚至伫圣经以弗所书内面讲到。公义中间执行某一种的律法，执行某一种规则时阵，强调要有顺服。所以伫个中间，公义顺服中间要咱做一个平衡，这是非常重要。伫咱台湾非常民主，每一个人拢会当出声，拢争取伊家己的公义，结果有时就为着这为抗争而抗争这就失去这个顺服的心。但圣经内面讲到，有时咱来顺服。第三项是讲到真理，然后伫后壁这个所在讲到真理内面所显露出来，若无真理，有可能真侪代志就变做是暗中的事。那暗中的事为什么惊人知？因为无惊真理。有真侪时阵，看。为什么安尼？因为你无行在真理的中间，就谈到所讲的，有时咱要做公义的事，有时咱要做良善的事，伫背后有伊所暗藏的动机伫遐。所讲的事拢是真好、真富丽堂皇一个理由，但是伊毋知伫内面所要运行的背后藏的一寡无共款的目的，咱毋知影。所以有可能良善。有可能表面上的公义，无行伫真理的中间，毋敢互人显明出来。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到一个情形，真理无行伫真理的时阵，咱讲的话都真侪只个瞒骗，甚至无行伫真理的中间，毋但咱去欺骗别人，咱有当时嘛欺骗别人，相信我所要相信的，坚持你所要相信的，但是。这无一定是真理内面。有时阵咱行见效的事，无伫真理内面，看，这也是亚当、夏娃当因安尼犯罪了后，安尼稳重立起来，毋敢见到上帝的面，因为因无伫即个光明中间。有真侪只暗藏无利益的事，有时阵咱会。矫揉做作，有时咱隐瞒一寡代志，有时咱有伫即个面躯，有当时呢，咱无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时你来甲伊讲话时阵，讲了真多，安尼讲了，咱就打烟雾弹，讲了真多话，毋知咧讲啥。
啊，敢若互你真侪这话啊，什么承诺都没有，啊，就是安尼。这是咱社会内面常常拄着的事，互你无法度知影，互你无法度掌握真实真理到底是啥物。我伫少年的时阵，差不多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啊，常常读一寡励志有名的格言。啊，这格言这写伫遐时，拢想啊，这啥物人讲的有名人讲的。有真侪话，这是出伫下边圣经迄阵还袂信耶稣，所以呢，知影圣经内面嘛真侪真好的话。不过呢，除了圣经以外，嘛有其他宗教的这个话。所以有真侪人像我安尼，就希望我会当有一个真好品格，我嘛会当我会过了一个真优良的一个品格的人，来培养我家己的素质。所以我就去看是毋是世界中间会当教导我来做啥物。本身我是一个真袂歹的人，伫细汉的时阵，我会功课袂歹，真乖。这是我一个自我期许，品学兼优。我是非常守规矩，嘛感觉真安尼诚实。我真惊去犯错，违反老师的规定、学校规定，所以我若去用处罚，迄就感觉足歹事、足歹代志、足见笑的代志。后面罚站，徛伫安尼头气安尼，规工拢安尼足歹势。要行转到厝，我感觉今天怎啦？做种毋对的代志，足见笑的代志安尼。所以一方面我是自我要求。我真好，我真好，真做一个真好的人，我家己感觉欢喜。我感觉我是真好的人，表现真优秀。我希望厝边隔壁若称赞讲，这个房东伯有够乖的，我听了足欢喜的，安尼足乖的囡仔，这是我自我期许。我真伫意别人的看法，然后小看一个人，感觉讲这个房东伯啦，安尼你就感觉我的人生安尼存乌暗迄个感觉。所以有时我感觉，咱同学伊犯毋对，我咱同学不守规矩，我就感觉讲，因这个人实在是足无好的，歹囡仔迄个感觉，相对安尼。姊妹，我无信耶稣，我毋是一个基督徒。我去买这本册，这本册这两名叫做《美德书》，这就是一个真大本，安尼真厚，真有名励志的一个册。这内面教你怎样来培养一个真好的一个品格。这本册你来去Google时，还阁有。我买的时阵，这是真大本，我就希望我咧后摆咧讲道，若讲到一寡较励志的，我会当对这本册中间找着一寡这礼，来互相来勉励安尼。这本册毋是咱基督教的册，外口的册，这类的册非常多。因为姊妹，有关系一个人好的品格，有一个关系这个人好的道德品行，这毋是咱基督教的一个特点而已。伫当时，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阵，伊所踮的迄个希腊罗马的世界内面，受到这影响，这哲学影响。然后伫整个哲学的思想内，因社会中间嘛有真侪关系这种培养好品格的美德书。伊嘛鼓励呢，虽然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嘛希望伊的公民有真好的品格，有真好这美德。这中间包含这个内面所写良善、疼心、正义、诚实，还有真侪。所以培养这种好的品格，毋是敢若咱基督徒咧强调，外面的人嘛是咧强调。安尼，咱可能有一种的困惑。如果一个人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所表现出来有真好的这品格的时阵，甚至比基督徒表现佫较好的时阵，甚至伊非常认同恁的基督教信仰恁的伦理道德观念非常好，我嘛带恁学习，我真认同。但是嘛照这来行，但是伊对信仰即摆兴趣拢无。伊也无感觉伊应该甲上帝建立一个亲的关系。伊感觉逐种宗教嘛是拢劝人做好，所以也真努力让家己变好，但是伊无一定诚做基督徒对这有兴趣，对上帝也无兴趣。
我较早捌伫教会中间，捌听过安尼，有一个人来到教会安尼出入行搭，伊讲即个人比基督徒佫较像基督徒。伫迄内面可能有即种基督徒的一个观念标准，啥物款的确是真正基督徒。所以，若是照即种的好的品格、美德来看的时阵，伊感觉即个人虽然毋是基督徒，但是伊比基督徒佫较像基督徒。毋知咱基督徒要变做啥？但是伊比基督徒较像基督徒，但是伊无信主，袂当得救。但是你这行为无比较好的人得救，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对外面的人来讲，因为我无法度理解这件事。所以伊佫讲一句话：，若是咱教会其他基督徒拢像伊安尼就好啊！哇，到底要安怎样好呢？毋是基督徒的人，伊嘛是共款追求社会公义的事，伊嘛投入一真侪世界自身的事，就是咱知影有真个无共款的宗教团体，因所行自身的事比咱做得佫较深入、佫较宽阔。伊嘛希望会当来完成所谓因心中所认为公义、甲自身的事。有时因甲基督教团体做共款的代志，甚至共款做伙来行动，但是无一定是因为信仰的目的。如果按照成果来讲的时阵，这拢是看了共款，甚至比咱做得较好。因有良善，因有慈爱。伊就公义，伊若真努力付出代价，伊若要追求真理，甲咱共款。问题是安尼，对着圣经的看法，人内面虽然有上帝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因为罪关系已经破碎，已经无完全，已经残缺。所以这个情形内面，人会追求公义。想要追求真理，嘛有一个自爱，但是因为人的本性会残缺，所以有行出来，照伊家己残缺的标准，照伊家己所知影有限的知识甲财物，结果当伊追求公义的时阵，有可能造成更较侪无公义的代志，结果就是更较大纷争甲混乱。我记得过去常常咱有伫街头咧抗争这个代志的时阵，譬如讲树林文林院吼，对不对？为着要拆厝讲真个厉害吼安尼。结果呢，一户安尼引起社会真大的抗争，但是其他99% 的人嘛起来抗争。阮厝去互拆去啊，我嘛要参与拄根啊吼，阮伫遮拢无法度起厝吼，无通住吼，伫外口流浪2、3年安尼。阮遮吼开始真正的受害者公益在哪里吼安尼？社会一直咧支持讲，咱在争取这文林院吼这个公益的时候，而且99% 人讲阮拄着无公益的事，这个代志。所以这是每一个人拢为所认定的是公益的事，结果可能这个公益因为人有限、人残缺，而且人各自的利益的时阵，可能这个无公益的事，才做无公益的事。姊妹，咱要怎样来看待这个代志？以弗所书第5章，以弗所书第5章，咱若读的时阵，其实当伊讲到光明之主所结出的果子的时阵，后边还佫有一段话继续咧讲。第10节、第9节讲，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公义、甲真理。第10节讲，要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这就真大一个差别。表面看起来拢是同款，但是基督徒甲非基督徒中间应该有一种差别，有一种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基督徒应该进一步来明辨、来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包含咱每一个人现在咧进行所有的这良善、主善、正义的事，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主所欢喜的，就是咱行伫伊的旨意中间。所以这是第17节讲，唔通最糊涂的人，就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
伫罗马书大概就讲到一项，就是讲，咱着要去查考、查出，啥物是上帝欢喜、好上帝旨意。好的旨意、对的旨意，而且是互上帝欢喜的旨意。这个所在讲到查考，这个查考意思就是讲到一个情形，你若去买一块宝石，贵重的金属啊，一定去查出到底这是真啊假安尼。所以你若去买的时阵，当然这个做买卖人会来讲，我这个黄金是99.99，对不对？啊，我互你保证书，啊，你买一个玉仔的时候，我得保证这个玉仔是安尼足顺的玉仔。啊，咱有经验，咱也知讲，咱要查这个玉仔以前，咱伊讲有一个保证，所以咱马上要查，毋是这个玉仔本身，这查说这个保证书到底是真诶假？要保证这个贵重金属真诶的这个保证书到底真诶假？安尼，这是咱拄的问题。你若无这个经验，你可能无法度可以查验。我去大陆佚佗的时阵，伊带到这个卖玉仔店迄个所在。这玉仔店啊，每一片玉仔拢是咧10万、20万定价伫遐。我甲无顺就去遐咧抬啊，一个那比较定价8万块，后来2500买着。你知欢喜甲？我讲，我外口抬咧，抬到安尼吼，这是2500买着安尼。无顺敢若无挂几工啦。知影讲这2500买着物件，哪有可能是？后来较知影讲，你足欢喜的吼，去乒乓，我是杀价高手吼，时阵，这价格都腻的啊。你都无这知识，你就知影讲这是腻的，你搁欢喜价，买倒来放伫遐。兄弟姊妹，你必须要去查验，啥物是真的？这就是圣经内面讲到，你要去辨明上帝好旨意的时候，就是要查考。你查考中间，你得要有知识，你得捌真理吼。你也知影到底是真理，要去分辨哦。所以圣经内面讲爱辨明，你要分辨的时候，你就知影是真定假，这个知识。这个基督徒，当你若看到外面所看出来、表现出来，拢是同款的时阵，就谈到我所讲的，当这人所表现出来的时阵，甚至伊所有的行为是比基督徒还佫较好的表现，做了佫较好。咱到底要明辨的是啥物？咱要查验的是啥物？以弗所书谈到所读的圣经内面，还佫有一句话，第8节，伊讲恁前伫黑暗中，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伫光明中。所以伫这所在有一种的差别，甚至一个时间性。这个时间性就是前伫信主以前。无论你读偌济励志的书，无论你读偌济，互你会当改善，互你较好品格的册，无论你过去伫即个虚拟的世界中间读偌济哲学，假使你要怎样培养一个真高尚的人，这种是前的代志。但是现在，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成做属主的人，所以这中间做一个界线。前可能读真侪遮个册，读一遮哲学，努力成做一个真好的人。但是伫保罗伫圣经内面讲到，伊愿行伫黑暗中间。但是信主了后，虽然咱的行为还无真大一个改变，虽然咱有过去真侪遮习惯，无到马上改变，但是咱现在已经渐渐行伫光明中，这个差别。所以，这个辨明标准，那是伫主的内面，还是主以外。所以，如果咱若是要问一项，到底咱甲无信主人中间有什么种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你要定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世界标准，还是咱开始要来追求上帝所予咱定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有可能甲咱过去的认知无共款。标准无共款，但是现在伫上帝的标准中间。看到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囡仔，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我知影，迄种好是我努力要互家己变好。
伫我家己的标准内面，当然伫上帝讲召中间，我感觉过去真正是也无遐好。只不过是为着家己，为着要表现家己的好，要来表现家己的形象，要来互人建立伫别人的一个心中一个印象，讲这人是真好的人，安尼我感觉有这种成就感。但是伫我内面，并无行好的能力，甚至无迄种真正当的动机。甚至如果有人批评我的时，我会非常的生气，甲伊抗争。我是真好的人啊，你哪来批评我呢？我是真良心的人，我有真好的动机，为什么怀疑我这个事啊？顶多安尼真大纷争，啊，无爱甲伊讲话啊，无爱甲伊交吵啊。我就这是我的遮好的人，安尼你一定是歹的人。哇，这个标准变做我家己的标准。咱有这种情形安尼，查明到底是什么是伫光明内面建立规矩、辨明标准，还是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所以咱若是要教这个非基督徒中间有任何这个差别，咱是讲这个基督徒，伊敢是伫伊内面有这种动机，要来互主欢喜，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来荣耀伊的名，毋是荣耀家己。一个基督徒，伊所行的事的中间，要来查验伊是毋是一个真实，伊一个基督徒，咱是看见伊伫内面所得意的事，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事？为了上帝，这就是这个要理的问答中间第一项，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人生的目的是甚物？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咱有将这种的放伫咱人生的目的中间了无？基督徒毋是敢若符合某一种道德规范，求咱家己心安，咱会当避免家己别人的批评，咱会当塑造一种自我完美的一个模范。一个基督徒，咱知咱是罪人，咱无到遐尼完美。咱搁又活伫黑暗的中间，所以咱必须要非常的细腻，因为咱是活伫黑暗、活伫罪恶的世界，不知不觉中间，你会受到世俗的潮流、风俗来影响，互世界带你同化。要行伫真理的中间，咱是行伫世界的潮流甲标准的中间。咱若知影咱是伫罪恶中间，所以咱无完全。因为咱的知识、咱的财物无完全，所以咱愿意真谦卑，追求上帝的旨意，讲安尼我做敢好。如果我感觉认为一项事甲别人无共款的观念时，可能我会查考，转来到上帝面前，也是徛伫对方立场讲安尼，伊甲我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态度，安尼敢毋对？当我要为着1%的人来抗争的时阵，我敢毋当徛伫99%的人，因感觉因受害的人中间，徛伫伊的立场来思考这个代志。甚至100%人认为对的代志，安尼敢有符合伫咱信仰的一个真理的标准也无。所以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一项。辨明、查考，什么是主欢喜的事。然后圣经是咱每一个人会当来读、谦卑来追求上帝面的一个时刻。基督徒主要目标是伫主耶稣身上。咱会当做一切好的事，就是世界这个事。但是这个事一切咧进行的时阵，有可能完全无有伫咱的信仰的成分。完全无主耶稣基督伫咱内面，咱也无法度伫这所有身上会当来见证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圣经内面讲到，咱人生真做一个光明之主，除了所表现出行伫光明中的轨迹以外，背后伊主要动机甲重点。那是真羡慕我所行的事会当来荣耀主，互伊得到欢喜。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到，无论咱食也是啉，无论做什么，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咱诚做世界的光，是显明起伫山顶，毋是稳重。咱点灯是放伫道顶来照光一家人。安尼透过咱好的行为，目的什么呢？互众人将荣耀归伫咱的父上帝。咱三角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你讲，阮前是伫黑暗中间，现在阮伫光明内面。阮承认，阮也接纳，无论阮是诚做偌好的人，阮拢是有罪的人。无论阮有偌好的动机，背后暗暗坎坎，有可能稳重阮背后非常邪恶的动机。有时阮感觉阮真努力要做好，但是限制伫阮的本性、罪的本性，阮有限的知识甲财物，阮的判断，阮所认为好的事，也有可能稳重真侪歹的可能性。主啊，所以阮谦卑来到你面前讲，互阮有一个目的，真渴慕要来追求上帝你的旨意，互上帝你得到欢喜，互上帝你得到荣耀。上帝啊，安尼阮所行的事，诚做上帝你欢喜的事。感谢你恩典，阮是伫光明之主，但阮谦卑来到你面前讲，上帝啊，愿你常常用你的光照阮，阮也欢喜行伫你的光明中间，无行伫黑暗内面。互你的真理的光，互你的圣神引带阮，阮顺服，行伫光明中间，见证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请起立来吟全首。将阮由阮徛咧用书读圣经，
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的圣神降胎，伫在修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堡任内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天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堂的相通，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请坐。煞接请牧师来举行圣礼典。咱今日有一位小姨要来受洗礼，所以咱来唱圣诗352首。所弟兄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死人中高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伊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虽然咱的世囝无明白这个事，也故伊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这是咱要为着孙怡瑞来行小姨的洗礼。请伊爸爸妈妈孙恒义甲魏云来到头前的所在，带着细囝。这是孙明仁牧师娘的孙，伊阿祖就是咱的迄个孙长老娘，安尼。所以呢，真欢喜孙长老娘的干仔孙伫遮。看到这个干仔孙的时候，非常心非常感动。因四代拢伫咱教会中间，安尼四代对孙长老娘甲孙长老甲明仁牧师夫妇现在亨利搁这个余瑞，所以要替伊来行这个小仪式的时阵，也是阮的心非常感动。这一代一代将这个信仰真好流传伫个后代中间。孙恒义、魏云，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开力，将基督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合伫上帝的法度。恁要安尼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这个约。当然也邀请咱兄弟姊妹共款守这个约，因为这是若是属落伫这个家庭，也属落伫咱的教会中间，透过咱的教会共款相同来培养这个细囝伊的
灵性。会众请起立。那个水，那个水。孙宇瑞，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这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但这个细囝的父母，当然也佫包含伊的阿公阿嬷，甚至伫遮伊阿祖伫厝内底也知，拢亲自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余瑞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的三角祈祷。上帝啊，这是你所属或者家庭的产业，这产业也是你的。感谢你，借着你的信息，伫这家庭中间代代，互你当建立这个信仰，也互这个家庭成就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完全欢喜，借着你的信息，也为着你稳定阮心情的感动，愿意为云带着伊的细囝来到这个所在。伊阿公阿嬷伫这个所在也相当见证，主啊，互这个信仰伫这家庭中间代代建立。照你圣经内面所讲，敬畏你的人，你要祝福，互伊千千代代。安尼照你应允来祝福伊，祝福这个细囝。主啊，你会帮助教会，当阮接纳这个细囝入教会的时阵，虽然也毋知，但是我来共款承担培养灵性的一个责任。上帝啊，互伊的父母。伊的厝内底的人，带着细囝来到教会中间，做阮三代来培养伊，互这个信仰在这个家庭中间，这个家族中间，代代会当来传播。我感谢你的稳定，照你的信息，保守这个细囝余瑞，互伊的心灵拢会当长大，会当健壮，诚侪好的见证，知影上帝伫教撒，甲伊三甲同在，甲伊父母三甲同在。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妹，好，会众请坐。好，那我这礼面要来上雨瑞，哦，真重哦，来，这是真好的礼面，来，面向会众，来，妈妈大家介绍。好。谢谢。确定咱礼拜煞了后呢，伊阿公阿嬷吼来可以做来翕相。咱兄姊妹若有要甲伊做翕相，会当做伙来吼。来继续，咱来举行圣餐，请来唱圣诗。圣诗355首。听的声音，难为难。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紧啊上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所定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虽然照伊的名，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特别上帝，而且阮设立八角饼，就是要来纪念。你借着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真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间，完成救恩。伊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伊的宝血为着阮流出。这个八角饼来表明伊救恩的完成。愿领受八角饼，那是表明阮已经有份伫这个救恩。阮承认也接受上帝你赏赐互阮救恩的礼物。自阮伫遮啉食的时阵，也表明阮拢是共款你的身躯内面的百体，主啊，互阮有听甲合一。啊，伫这所在透过八角饼，过来一遍体会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听。阮明白是未记的救恩，明白阮已经伫恩典中间行伫光明内面的。主啊，恳求你透过这八角饼。叫你阮每一个人，启示阮会当明白八角饼的意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为着恁拍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请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我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搁一遍来祈祷，主要所祈祷，我有份的救恩，也领受这个杯所表明你的救恩。上帝啊！当我啉这的时阵，互我明白杯甲饼所代表的意义，所代表上帝的疼。也我对领受的中间，搁一遍真实透过圣神来体会你的疼，互你的疼真做阮的快乐，随便阮的心献上家己，为着你来活。互阮伫阮的一生中间，为着上帝活来见证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即是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请起立。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就迄阮会当三角做伙来遮敬拜你，是何等的恩典。伫即个一直咧改变的世界，唯一不变的是主耶稣对阮的疼。阮献上阮的财情甲金钱为主所用，我嘛要伫遮搁再来宣告，阮愿意一生为主所用，成做传福音的器具。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2点，10月24日临时会会有选出咱的长老方东立甲陈文进长老，执事是宋文娟、张清海、梁淑慧甲黄永新。第3点，本会2022年的事工检讨会定伫10月27日早时9点半到下晡3点半要举行，请大家参加。圣歌队伫顶部有选出新的队长，队长是王正耀，副队长是李雪茹。感谢同工的参与。第5点，门徒培育主题，伫咱礼拜煞了后要举行伫704教会要举行会议讨论2022年的事工计划。第6点，幼小马屁股的礼拜伫每周的顶部10点半伫3楼举行。欢迎家长带囡仔一同来参加礼拜。具体的消息，好 ，OK， 你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看一下影片好吗？我们。Most of the time, the growth option is the scariest one. Imagine the legacy you would want and then work backwards. A rebel leader looks at every situation with curiosity. But don't become such an expert that you can't see things anymore. The question I'm asking is, will you lead when you are invited to? You might not be exactly where you want to be in life. But we need to look our fear straight in the eye. And find your groove. Our legacy is defined by how we treat others. The ability to take social risks is as important as a breakthrough idea. Only you can choose how you want to impact your society. What's the best that can happen?
very reason you are where you are is because you're the right person for this moment. 领袖高峰会每一年在全世界有超过40万的人来一起在学习，透过领袖的成长，然后为你的场域、你生活的场域、工作的场域以及教会的场域得到帮助。那每一年我们的教会都会有团体报名。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它采线上的上课的方式。那详情请看周报的第7点。那欢迎大家来报名。那总共团体报名呢，费用是1600元，我们教会有补助800元，限30个名额，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谢谢。请来看具体的消息。黄俊彪弟兄伫11月初3安息主怀，愿上帝安慰的遗嘱。伊的上次的礼拜是定伫11月13，顶埔9点10分开始有入殓礼拜9点半是告别礼拜，火化礼拜是伫11点。黄俊宝老先生是启修长老的阿公啦，到家的消息听咱家己看，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要介绍几位咱的来宾，第一位就是黄崇修南昌组甲伊后生吼，迄个阮信孝，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伊是对迄个双年教会来，伊后生即马伫新竹这个所在上班，咱确定有留来好这个交陪。是双年教会，所以双年教会牧师早期是特别安尼有专答安尼所以真注重伫咧这个所在来做礼拜。当初咱已经有介绍即个孙涵义跟魏云就是迄个宇瑞爸爸妈妈还有孙定乐。孙牧师甲迄个丁伦娘，咱搁徛一边安尼。因为无孙娘徛真做因为即摆开始搁倒转来个教会中间来做礼拜搁恢复伫咱教会中间的一家。孙丁伦娘呢，伊身躯无好所以较无度安尼出外，无方便出外但是拢伫厝内底受到真好的照顾。所以咱有兄弟姊妹去来探访安尼所以真稳定所以感谢上帝。搁有迄个春月节甲怡君伫这个所在，毋知一个对，来，非常欢迎。这是阮过去迄个永和教会真好的姊妹啦常常有咧联络安尼所以伫迄个伫永和村有真好真密切的个关系即摆怡君来得到伫新竹的所在希望中国这呢常常会当来到遮来做礼拜来看查某囝啦安尼。好，真欢喜看到中国这甲怡君伫这个所在。这是来吟祝福车庆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我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就对了，愿上帝祝福。